后来哦，搁来要来感谢到动物好朋友，先来讲这个搜救犬。伫个灾难的现场，总是会当看到搜救犬的身影。伫个黄金救援的时间，找到等待救援的民众。这个搜救犬伫个接近的时阵，压力真大，卖变老。今仔日就有4只搜救犬正式来度假，对着认养的家庭，继续幸福过生活。 伫救灾现场，小小的身影快速地刷震动，伫危险的大楼内咧软来软去，打过玻璃皮，流利的动作加天生的鼻影，会使加速救人的动作。领巾上面有一段话，也是我们领犬员爸爸献给他们的一段话。经验更较丰富，稳定性更较悬，不过嘛是会留经过3阶段的审核，才总算找到因退休后温暖的厝。其实跟人一样，人跟人之间会有感情基础。 它就是你特别去掌握跟这只狗的特别的感情基础，这样子去做一个所谓的深入性的一个交流。退休的狗，甲这多训练出来狗，因接力传承。受该搜救犬参加亚洲区 MRT 搜救犬救援能力认证，依照联合国国际搜救顾问团的标准，无分每日限时36点钟，方实际救灾无实救人。 伫土石场、土石流区、磅空顶有7个场所救人，至少要找出7成以上的人。参加有7队通过认证，台湾就占6队是亚洲第一。除了中央有在训练，我们地方也在训练，所以我们中央地方是一条边，是一直在训练这些相关的救灾能力。 搜救犬面对各项挑战，达成救灾使命，未来若是国际上有重大的灾难，嘛会使接受联合国的定调，支援任务，为国争光。